欢迎收听10月25号的迦南之声，我是世界牧师平安。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分享路加福音18章，门徒跟随之道，祷告塑造生命。我们平常为了什么而祷告？而我们在祷告当中学到了什么呢？今天RPG 祷告的经文18章27节，耶稣说：人所不能的，上帝都能。在祷告中，我们被塑造生命，因为祷告不只是我们闭眼睛说话，更是在我们来到我们的主面前，向他透过我们的行动，透过我们的意念，透过我们平常的言语，其实我们都是在祷告。而这样的祷告，透过主的带领跟引导，我们的生命就被塑造。那一切在人看来不可能的，因着上帝的大能，让我们的生命被塑造成为可能。今天的经文18章一开始就讲了2个比喻，而第一个比喻一开始就有说，要他们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这里还用一个比喻的内容说，一个不敬畏上帝也不尊重人的官，这样的一个官，却因着寡妇当时社会地位非常低下的人，他不断的恳求，然后最后因着不想要再被他打扰，不想再被他烦扰，所以他就答应要为他伸冤。然后耶稣就说，何况这位主啊，连不义的官都会听这个寡妇所说的话，那难道上帝不会听那日夜向他求援的子民伸冤吗？意思就是上帝一定会。可是当人子来临的时候，他能在世上找到这样的信心吗？就是当上帝的审判来到的时候，上帝的主权实现的时候，我们是否能持守这样的信心，走在他的心意里面呢？今天第18章一开头的这个比喻，其实跟18章最后一个这个发生的行动，在耶稣那个时代真的是彼此呼应在耶稣他来到耶利哥的地方，就经文最后的时候讲到了一个盲人。这个盲人他是在路边讨饭，也就是他也是那个在社会地位来讲在当时的社会来说，就是社会边缘人的人。他听见群众经过，就问发生什么事，因为他看不到嘛。有人就跟他讲说，拿撒勒的耶稣他正经过这里。结果他听到之后，他什么反应？他立刻大声呼喊，他说，大卫之子耶稣啊，可怜我吧。结果呢，在他前面这些走来走去的，他叫他嘘，叫他不要说话。而这时候的你，对以社会来讲好像没什么资格，就算有人要求，好像也轮不到我。然而在这个时候，这位盲人他因着他听见这个福音，他要抓住这个机会，他又再次来大喊，大卫之子，可怜我吧。就耶稣听到就站住，就叫人把盲人带到他面前。耶稣就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回答一个在他生命当中可能从来到现在为止从来不会发生，甚至不可能发生的事。他说，主啊，我要能看见。耶稣就对他说，你就看见吧，你的信心治好了你。他抓住，他等待耶稣或许会来到我生命当中。然后弟兄姐妹，就像我们刚刚一开头讲的，当人子来临的时候，他能在世上找到这样的信心吗？当耶稣真的来到你面前，那个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我们真的相信吗？我们是否一直相信主要带领我们经历那不可能成为可能，在他的真理当中，在他的心意里面。盲人抓住了，他听见福音，他没有随便看待，他听见福音，他没有安静的就在那里不去寻求，而是他不断的寻求，然后他就看见了。
然后经文最后说，盲人立刻能看见，就跟随了耶稣，一路颂赞上帝。群众看见这事，也都颂赞上帝。弟兄姐妹，今天的比喻，最开头这个比喻跟今天经文最后都讲到了所谓的社会边缘人，以当时来说是生活可能最困苦的人，是身体有疾病的人，然而他们来到主的面前，他们寻求这位凡事都能的，让他们的生命因着他们的信心经历到医治，经历到公义。而我们今天在这里听迦南之声的时候，我们不也正在经历这样的恩典吗？后来耶稣在第一个比喻之后又讲了一个比喻。我们看见在路加福音里面很常会去拿所谓社会地位在当时的高或低这些资格、这些标准、这些行为来对话。因为很重要的是，就如同昨天说的，上帝主权的实现不是在那外在，而是在每个人的心里，不是在你有什么样的社会地位或资格。所以接下来就一路就讲到了这个针对那些自以为义而轻视别人的人说的。一开始就说这个法利赛人跟这个收税的人，结果耶稣告诉他们说，在上帝看为义人的是那个收税，而不是那个法利赛人。因为法利赛人来到上帝的面前，是不断数算自己的义，不断数算自己做得多好，他其实并不是寻求跟上帝的关系，他是寻求到上帝面前来夸赞他自己。然而另外一个人，他来到上帝面前是真实的面对自己生命的境况，所以那一切的不义都彰显出来，所以他只敢远远的看着站着，然后连抬头望天都不敢，就在那里只能捶着胸膛说，上帝啊，可怜我这个罪人。因为他面对到这位公义的主，他深深的知道他自己生命的境况。然而这样的事情不是只有法利赛人会发生哦。接下来的经文就讲到，有人带着他们的婴儿来见耶稣，结果竟然是门徒责备那些人，然后耶稣就在这当中就跟他们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阻止他们，因为上帝国的子民正是像他们这样的人。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以当时来说，就是没有能力的人，就是地位卑微的人，就是比较谦卑的人。所以耶稣特别还说，你们要记住，凡不像小孩子一样接受上帝主权的人，绝不能成为他的子民。所以每一个人要来到主面前，不管你是老板，不管你赚多少钱，不管你有哪些奖牌，不管你有什么样的身份地位，其实我们都是孩子，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我们就像儿女一样的来到我们的天父面前。所以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后来有一个犹太人的领袖，他来到耶稣面前请教他说，良善的老师，我该做什么才能得到永恒的生命？耶稣就反过来问他说，你为什么称我为良善的呢？因为在当时大家都知道，除了上帝以外再也没有良善的。也就是他问他说，你为什么称为我良善？他语义背后其实有一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认为我是那良善的，你就把我当作是上帝一样，那上帝说的话，那你要来跟随啊。于是他就回答他说，那这个上帝透过摩西所颁布的这10句话，那你一定晓得咯。那个人回答，这些诫命我从小就遵守啦。哇，真的不容易，能够做这些事情，其实在当时也是蛮厉害的。然而耶稣不以此为满足我们的生命不是我们符合哪些标准好像就很好了这个耶稣常常会打破我们的思维逻辑，邀请我们进入到生命的领域，透过生命真实的体会跟经历来面对我们所有的义或是不义。
耶稣听见这话，就再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啊，去卖掉你所有的产业，把钱捐给穷人，你就会有财富积存在天上，然后来跟从我。那个人一听见之后就垂头丧气哦。通常经文讲到这的时候，就是很多人都会对这段经文有些诠释。然而其实耶稣在这边讲，他是在讲有钱这件事情。很多人在当时会认为有钱是一个被上帝祝福的象征，所以被上帝祝福的有钱人，他们是更有机会进入在这个上帝的国度里面，他们是更有资格的。然而耶稣却回他们说，有钱人要成为上帝的子民多么难啊！有钱人要成为上帝国的子民，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难，就是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这听起来好像很排富哦，可是他其实在回应一件事情，就如同下面大家问的话，他们问说，那这样说来谁能得救呢？上帝透过这个祝福让人有钱，对当时来说这就是被祝福的象征。所以上帝祝福的这些可以有钱的人都不能得救，那这些没钱的，这些生病的怎么办呢？好，他们问的问题是这个，耶稣就回说，人所不能的，上帝都能。于是这时候门徒当中其中一个彼得就说，你看我们已经撇下我们的家来跟从你了。耶稣就回应说，是的，我实在告诉你们，凡是为上帝的国而撇下自己房屋、妻子、兄弟、父母或儿女的，一定要在今世得到更多，并且在来世享受永恒的生命。在这里讲跟随我们的主是要撇下自己，这是叫我们离家出走，叫我们离婚，叫我们跟父母断绝关系吗？当然不是。30节就立刻说了，一定要在今世得到更多，并且在来世享受永恒的生命。比较积极的诠释是说，我们很多时候因着这个信仰，我们不再抓住过去我们自己的那个家庭观，而是进入到神国度的家庭观的时候，很多人经历到他信耶稣之后，他跟家人的关系复合，他跟家人的关系被恢复，他跟家人的关系被医治，甚至不只是家人，可能亲友、身边的邻居，因着他愿意不再抓住坚持那过去可能不属神的许多的观念，他愿意按着神的心意来去行的时候，他在今世得到更多，来世还要享受永恒的生命。所以在今天的经文里面，透过祷告，真的是我们的生命会被形塑，就很像哥罗西书1章9到10节保罗所说的。他说，我们自从听见日子，听见人回应上帝跟随他脚步跟随耶稣的行踪，他就为他们不住的祷告。他说，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原来我们祷告是为了要知道神的旨意，好叫我们在行事为人对得起主，不只是满足我们自己的需要，更是要知道神的旨意如何在我们的需要上面用他的方式，然后我们真实经历到那个上帝的作为。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这是重点，我们才真实的认识这位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我们的生命也就在这里被建造起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有机会透过你的话语不断的学习你的真理，用我们的生命活出如你，用我们的生命与主来对齐，用我们聚焦在你真理的实践上。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很高兴跟你一起分享迦南之声，我是思谦牧师，我们明天见。